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初4，旧历的10月初8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南投澳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有一个1岁2个月小男童栽落吊桥卡死亡。小男童的爸爸是真艰苦，讲当时这个后生是和妈妈牵咧行伫个吊桥面顶，常常透一阵的强风，后生怎来倒向下。 弄到这个防护网，想袂到看起来真安全的防护网，竟然是有芳。后生就为这个空芳摔落90公尺深的溪谷，赶紧送病院，已经救袂倒来了。一想到1岁2个月后生对咧桥骹死亡，爸爸目眶拢红起来，想袂到囡仔牵伫手内，卖发生意外。从头到尾并没有把他手放开，但是因为后来摇晃，然后手就真的滑掉，这也是他的命。我跟我太太也是讲说，尽量看开一点。 爸爸回想当时桥面吹来一阵强风，把囡仔吹倒了。妈妈看到后生抱咧桥骹，情绪真激动，屁股直接栽到那个洞里面，然后整个就这样折下去，就亲眼看着他这样掉到下面。囡仔甲爸爸妈妈哥哥一家伙4个人到澳万大森林园区佚佗。 加上澳万大吊桥，这座吊桥全长180公尺，悬是90公尺，四周有140公分悬的防护网，看起来真安全。想袂到囡仔煞对这防护网挡旁的所在栽落到溪谷死亡。爸爸表示讲，事发地点前后20公尺防护网拢真坚固，只有这摔落的所在轻轻一刹，出现宽20几公分长、1公尺外的胖。而且就这么刚好，就那边一个洞，我们只希望他好好休息，可以的话再来当我们的小孩。 目前吊桥暂时封闭，等待检察官调查事故原因。法令上面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说他一定要做固定的一个。虽然法令无规范防护网甲桥面爱固定，但是国家公园内这么悬的一座吊桥，这么侪游客咧行，法令是4个安全面的疏忽，相关单位袂当推卸责任。南投家属希望吊桥爱先彻底检测，是毋是还佫有其他所在有人碰，才袂再发生任何危害。